美国 NASA 研发一款机器人，目前正在测试，希望讲未来会当送上太空来倒处理一寡维修也是高风险的任务，让人类的太空人会当专心来做研究。 美国航空太空总署所研发的这款被称作“鲁布型”的人形太空人，身高188公分，重136公斤，形前配有亲像更替人加其心脏的指示灯，伊的动作真沙粒，会使用双手扭开拉链，提出包裹内底物件。NASA 专家讲，人形机器人设计的初衷是希望会使发挥甲人类相款的功能。现阶段鲁布型若爱具备爬楼梯、开车甲清理杂物的能力，会代替人类建立核载区这开检的科学，未来爱上太空到黑星顶面来执行任务。 So we're not trying to replace human crews. We're really just trying to take the dull, dirty, and dangerous work off their plates to allow them to focus on those higher level activities. NASA 专家讲，未来机器人上太空了后，渴望协助处理高风险的工作，比如讲清洁太阳能电池板，也是检查太空船外口的设备故障，让太空人会使专心地探索甲研究这更加重要活动。 随上早在2011年 ，NASA 就甲头一个人形太空人送上太空站，分担操作控制界面、测量通风口气流这任务。另外 ，NASA 也甲其他民间公司合作，希望多方面来让人形机器人发展是更加进步。像这款叫做阿波罗的机器人，主要功能是伫仓库甲工厂内底移动这个包裹，协助物流供应链。就伊的功力是更加真卡进步，会使在无边的地面四界行。 And so what we were demonstrating today is walking over disturbances or rubble. So there's a bunch of different objects, soft objects, hard objects, and just demonstrating that even though Apollo has never seen those objects before, it has the ability to balance. 不过，也有人烦恼，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抢走人类的饭碗？美国商会引用数字显示，美国这种950万的职缺，就算650万失业工人拢找到工作，也是有欠工的问题。机器人的研发目的会注重协助人类解决问题，唔免受过烦恼取代人类。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